刚才看到台南安平的一个免费停车场，昨发生火烧车意外，现场有2台轿车互烧起，2台车报废，加载是无人受伤。影详细导火原因，搁来调查。 安平一处免费的停车场内面，适合暗时10点左右，向有车辆起火燃烧，甚至阁烧到边仔的车辆。有近民众发现了后，赶紧通报消防队，以消防队员汇报了后，赶紧到现场灌水抢救。是好在火势15分钟内就拍花。我女儿她住在那个对面栋，她一直往底下看过来，讲你们后面停车场火烧啊，就是会放跑啊那样。现场无人员伤亡，共4部车辆遭波及。 车好好的停伫停车场内面，哪会起火燃烧？车主嘛出面表示，伊适合暗时前往车顶捡物件，但无受到既然起火燃烧。好在当时人无伫车内，后续建设清拆嘛无人受困，甲伤亡的情绪。25号一透早，但是消防局火调科嘛前往现场来火场鉴定。我都徛边啊，我都唔敢坏，因为迄火出大，突然间倒火起来，我嘛唔知什么原因啊。所以即摆咧鉴定，我嘛是。 像这我真正我嘛唔知什么情况。有冒烟之后，他准备拿灭火器查看的时候，就整个大量烧起来，他马上就报案。那我们到达下的时候，立即出水灌救哈，因为这个状况比较还要经过火灾调查，才有办法去理清的真实原因啊。 因为起火的车辆是一台20年的老车，加上现场车辆损失是相当严重。除了做火场的鉴定之外，警方嘛同时调周边的监视器影像，来厘清车辆起火的原因，敢有人为的因素。记者郑宏达报道。